阿德来开讲，为你读批。有话想要讲，寄批来互动，你的心声我来听，你的故事我来读出声。你好，我是阿德，今日我来为你读批讲心情。哇，搁来到一个新的单元啊，真正是毋惊死吼！家己手头的工课做袂了，伊搁继续咧做无共款的单元。当然，这是伫咧 Podcast 这边做的啦，所以时间较无固定，是较无要紧啊。毋过总是一个新单元，心肝头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想要甲听友做伙来分享一下安尼。是安那有这个新的单元呢？其实是为我今日要读的这张批一个起心动念啦，有当时我定定伫想讲，想要甲听友搁较济互动，因为咱做声音节目甲做画面影像的这款的节目，其实有真济无共款的这个互动方面的精差，因为大家是关系用耳仔伫咧听物件，你可能迄当时手头嘛当伫无用其他的代志，或者你伫赛车，或者你伫创啥。所以可能袂一直去看迄个画面，该当然你都袂讲啊，我要来拍字啦，我要来捞话，这也是安那咱定定需要去经营社群的原因吼，增加这个互动的机会。但你今日若是做 YouTube 啦，做啥有当时咱画面看的，影片看了，咱会使伫咧下骹捞的区捞话啦，甲字赞啦，拢无问题嘛。所以因为这款的互动精差。有当时做声音节目嘛会有迄款淡薄傻逼死的感觉啦，所以想讲趁这个机会，我若是会使做一个读批的节目，是毋是会使鼓励大家来寄批安尼啦？因为我知影讲有一寡人咧讲伫咧社群顶悬，或者是伫咧高一片顶悬，即个上架集数顶悬老话。有当时敢足公开的歹势，互你个人活动的口做啦，大家拢看会到。毋过你若寄批来，咱伫咧节目内底，甲读出来，你会使用你的化名、用你的小名、片名，拢 OK 嘛？你会使秘伫即个名的后壁，互你较有即个安全保护的感觉，才会想着讲，凡事会使来做即款的，甲听友搁较济互动的读批的节目啦。其实因为这2年加入广播电台嘛，开始咧做广播节目了后咧，豆豆有一款敢若老灵魂走出来的感觉吼，嘛愈来愈了解讲过去电台节目迄款陪伴的感觉到底是啥？因为时代伫行，咱做 podcast 起家的人，有当时可能会搁较认为讲。过去电台感觉讲电台敢若已经是一个咱讲夕阳产业、黄昏产业。毋过你当甲结合做伙看，发觉讲伊用什么款的即个频率出去，是透过线透过无线、耳机等等，其实影响拢还阁无遐大，上大的影响也是讲即个内容要安怎持续甲做落去。好的内容对你来讲有价值的内容，凡说是陪伴，凡说是知识，凡说是啥，其实才是要紧的嘛。我过去伫做的物件，当然有真侪故事啦，有访问啦，有较侪知识方面相关的物件。毋过，敢若我较少做到陪伴的一款的内容。其实声音节目的真大的优势就是陪伴。所以才会想讲，我敢有法度做一个节目，互人有安踏的感觉。所以我想讲，既然有这个起心动念来做看卖安尼。不过这个单元敢做会长久咧？我嘛唔知吼，这完全就看听友的批量啦。因为是要读批嘛，你若批无来，我都无法度读物件，总无可能我叫 AI 替我写批，我搁甲读出来哦。所以
我这项真正是看听友啦，因为像进前嘛有收到其他听友寄批啦，或者讲寄关批来啦，拢有嘛，才会想到讲反射会使，若较长的我就一集内底甲讲了，就敢若这张批。你若是有一寡较短的批，还是一寡消息希望讲我读出来，我可能收集几落个甲做伙读安尼，这都无定着啦。当然，毋是所有的批拢会伫即个单元内底甲读出来，因为你若是要分享讲对我长期做节目的想法，你家己听节目的即个收获心得，你的感觉，或者甚至是你的故事。你的心思想要甲人分享，都会安排伫咧即个单元。若是较针对搭一个电台节目，比如讲小军伫唱啥，天顶半只轻，甚至是海伫遮啦。那呢，我当然都是伫电台节目内底甲读出来。不过因为电台节目每一集拢有家己设定的内容啊嘛，所以可能伊即个时间或者读批时间无遐长，主要就是像分批即款的，就是看较短的消息。我特别希望阮读出来，咱咧阮就会伫电台内底读出来。毋过若是像今日我要读的即张批，我就认为讲伊足适合有一个单元，会使互我好好甲读出来，好好来回应即张批，所以才会转工来做即款的单元安尼吼。这是我有想到一个可能性啦吼，毋知恁感觉？敢有需要像公司台语台 podcast 同款因为黑白变因是定定拢会设定每一遍的主题，互大家针对这个主题来投稿，也是以其自然，就是只要有批来，恁有想要写，我感觉有值得做，再来做这个单元就好。所以有两个不同款的做法啦，我感觉这会使。大家拢会使帮做参考所以大家若听煞这集，感觉讲想要有更较明确的方向，无论是逐集定一个主题，或者是恁寄批来，我有看到适合就读出来，拢会使留话啦。无论是伫像 Spotify 这款的平台，或者 Apple Podcast 甚至是伫咧网络顶管社群Instagram、Facebook 你若要 search 团号，我嘛是会使啦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拢无要紧你只要找到我就好，来甲我讲你介意哪一款的做法，凡是咱拢会使做参考啦。好啦，时间无希望留甲伤长，所以我想要赶紧来进入咱今日要读的批。这张批是来自阿文。阿德你好，我是阿文。我过去一年定定听你的夜讨聊聊天，真介意你做的内容，想要写批来说多谢。我其实要出现伫你的节目就是伫咧社群伫庆3日访问阿东迄集。伊讲到伊的线顶开讲会，伊讲是因为伫线顶，所以世界任何一个所在的人拢会使参加。我就是伊讲的迄个住伫美国的人，安尼有算出现伫你的节目无？算笑归算笑，我真正想要甲你讲的是，我真爱听你访问无同的人，听因讲无同款的腔，听起来感觉真正有趣味，其实是足爽的，互我更较熟悉鹿港腔、金门腔、宜兰腔。听你的节目，我学到真侪台语句的新的字词，嘛重新认捌台湾的文化，知影即马台湾发生什么代志，我实在是足感恩。我哪听你的节目，哪听现阿妈的台湾人、台湾事，佮去阿东阿英遐哪度。这2年落来，我的台文真正有进步，竟然即摆会晓写台文啊！我是真满足佮欢喜。多谢你，1年外来陪伴我甲台语学倒来。因为有战争，我开始关心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嘛因为安尼。我开始一条我家己的去实面的路，也是因为安尼，我才去接触到足侪台湾的历史。如读，我就想要保护咱的文化甲民主，互更较侪外国人看到台湾。
最近这2个月，我伫写一本民主的滋味参会的主办手册。我想要让全世界台湾人，若是想要用6道料理讲台湾100年民主路的故事，会使用这本手册办一个参会，请外国朋友来了解台湾人的民主是安怎打拼来的，嘛通纪念明年80周年的228。阮伫遮逐年拢会办一个228音乐会。我已经把华文版甲英文版写好啊。虽然要看台文版的人相对较少，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袂使互想要看台文的人无一个版本通读。为着这个题目字，我开始把台文版写出来。虽然敢若10几页，写好写无好是一回事，偌济人要看嘛是一回事。我至少要互想要读台文版的人有这个选择。亲像我唔愿互台湾伫世界舞台顶缺席，我嘛无要互台文缺席。这嘛是我这1-2年来的学习台语的一个见证。我心内其实是足骄傲的，我想要把这份骄傲分享给你。我想要让你知影，你做的内容已经伫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生产出去，即马变做一本台文手册，要去把台湾的故事传向世界。我想要让你知影，你的用心是行偌远啊！因为我知影是你每一人长期的用心创作，我今日才行会到这，真心多谢阿文。P.S. 若想要加听我安怎介意你的节目，让你有创作的动力，你才甲我讲，我会使讲搁较有，无问题。这是阿文寄来的批真使人感动。其实这张批有一个后续的代志就是我有甲阿文讲，我敢会使甲这张批做伫个节目内底甲读出来。伊收到我的批了后咧，伊就真紧就回我，伊就讲阿铁狗早真欢喜，遮紧收到你的批。当然你会使分享我的批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哪读尾流爱哪翘起来，阮看袂到啦，所以你要想办法互阮听会出来阿文安尼，伊讲咪讲安尼，我会使顺时出现伫你的节目2摆无？这点要先甲阿文解释一下因为阿迪虽然讲嘛是普通人。所以我无买溜，我毋是狗，不过我有买水啦我想你想要害是买水翘起来，毋是买溜翘起来啦像阮兜饲猫啊，买溜翘起来唱乖乖，一般都是伊袂爽啊啦所以买水翘起来这是有啦但是就像你讲的是声音节目嘛所以咱无录这个买水的部分。看起来小可奇怪啦但是也是真正真感谢啦当初时收到这张批时真正是真欢喜。做节目本身就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有当时我伫整音档啊，伫回想录音的过程的时，定拢会感觉真正是快乐，这个真满足的感受又搁转来的感觉不过节目出去了后咧。其实咱拢也是会经过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这集节目敢有人要听？敢有人介意？数字以外，其实因为阿迪数学无介好，我对数字嘛较无遐敏感不过有当时伫个数字以外有一个活人，阮知影讲真实有人伫听，迄个感受。真正是会入心的这甲单纯的数字来看是无同款的。当然大家拢希望数字真好希望讲收听数真悬，这无论你伫咧要做商业的合作啦，或者是一寡用途方面，确实是有一寡效用，这是无毋对。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听有真真实实真实的活人伫甲你互动的迄个感觉是就无同款的价值所以有啥那我就希望讲规去做一个替听友读批的节目，来甲听友做更较侪互动，有一个用途，然后一个气味就对啊。当时咧，我嘛有感受到讲原来做节目真实是会去影响到别人因为这是会做歹去
验证哦，原来这不是单纯的一款自我的满足。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主动愿意做节目的人，比如讲咱做 podcast 这波人要求我做嘛当然就是因为咱家己有真侪话想要讲，有真侪代志想要甲大家莫讲参详嘛，怪怪就是甲大家会使有一寡互动，或者甲我想要讲的这理念传达出去。问题是因为咱刚讲到声音节目伊会拄到的一寡特色所以咱无一定有法度遮清楚知影讲到底你有造成一寡什么款的影响无？还是讲我就单纯是一款我讲甲爽我自我满足，我做家己爽做义娘遮简单的代志。所以受到这款的批，真正互我认为讲原来我真正有甲一寡理念会使传达出去，这其实也是当初是我做台语节目的时的初心啦。所以受到这张批，真正感觉讲真温暖，真得到肯定的感觉，真正有一款我做的节目是对这个无论社会，对一寡人，还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丝丝啦的这款的用途，这款的作用这是当然对我来讲是足大的满足啦。是讲伫批内底其实有讲阿文你有准备6出的料理我就感觉足好奇因讲要用这6出料理要来讲台湾100年民主路，这6出到底是哪6出除了爱食以外，然后其实这个手艺应该算讲嘛是袂歹我较早伫咧做海巡的时阵因为我做兵后来是去做海巡，有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啦这我唔知之前有伫其他的节目捌讲过无因为阮伫咧海巡甲一般即款军队无啥共款，每一个人安检所内底这个人拢爱会晓煮食就是因为轮到你你无徛哨的时间你就是爱负责来煮食，逐工菜单3顿爱煮啥，全部拢会有这个前一礼拜就会送来咱就是照这个顶悬的菜单来去做安尼。材料是当日早起，这个菜车固定合作的菜车伊就会送来恁这个安检所偌济人这条试过偌重你也使摕秤去称安尼讲这个是偌重无毋对就总量就是这个人数的量安尼。比如轮到我就今日中昼顿是我，是今日暗顿是我就会负责去煮。问题是大家嘛知大部分少年人伫厝的过去手不当三宝啦，你要叫伊去煮食是足困难的代志，所以拄头拢是学长带你做。问题是学长的手路嘛是有好有歹，毋是每一个人手艺拢遮尔好所以有一款人或者讲伊天生就是甲料理较无缘分所以定定做出来物件看起来小可恐怖。像阮较早伫咧安检所内底都有2派啦这边的就是属于这个黑暗料理界就是伊煮出来的物件你可能连看都大概无啥敢食，或者讲你去看伊伫咧煮菜头前的一寡过程伊下皮的方法来伊切物件的方法，你洗这菜的方法，你拢想讲哇塞这个敢会食哩，这敢是人要食的都有这款的情形。然后嘛有一款就是属于咱讲华语讲厨神我感觉这一款是会使有做灶魂功啦，较早有一款讲法灶君嘛有做灶魂功拢有拢属于这个安检所灶魂功的这边的都大家真介意你来煮食，所以有一边海巡迄群甲一般做兵迄群无啥共款我是做10天迄5天，所以我有5天将近1礼拜的时间是无伫咧安检所的。转去了后拄着甲阮做伙住迄栋大楼，是伫咧一个算讲大楼安检所的大楼内底调查队调查队的地位拢足悬的，内底人其实拢是即个位阶真悬，因为嘛方便嘛较俗啦，所以因拢是会缴钱甲阮做伙食，就等于讲即个大队迄边拢会替你款好过来安尼当然就是阮来煮互因食做伙食。其中有一个迄个时阵调查队的，毋知是队长啊副队长，我看到我对内就讲，
你最近放假很困吼，讲对啊那，伊讲这5天阮拢毋知伫食啥，拢无啥敢食不到就枵诶，看料理就知影送诶很困啊吼。因为拄好迄个时阵老赢诶是阮诶即个黑暗料理界诶工体都，伊迄个手路有影是有较恐怖淡薄，我毋知伊当敢有进步啦吼。毋过总讲一句，迄当时确实伊诶即个料理诶手路较恐怖啦。但是本来我就是较敖指食，就是学习啊。我本来就伫诶即个过程当中学真济，甚至逐个月大堆吼，伊会请总铺来教课吼，就讲教一节课安尼，我拢是互派去诶迄个，所以我会一直找迄个总铺去讨论啊，咪讲，我若即个饭要炒了会好食，到底即个公司是啥款吼？我到底照什么款的顺序来做，才袂出水伤过济，饭就黏黏嘛吼，炒饭爱炒甲粒粒分明。同时烹开爱搞迄个烹头，豆油要安怎落吼，啊什么顺序安怎做，一届一届去练习吼，我是安尼去练习我的手艺啦，所以其实我的即个工体啦，是讲安检所内底其他的人拢真介意安尼，所以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政策吼，会让我想到。所以无的确，若有法度知影，当讲台湾百年民主路的这6出料理是打6出，我嘛会使试看卖，家己来做看卖安尼。我真正有一段时间有较大的问题，就是我想熬做这个料理，就是拢是咱讲台菜啦，就是较大路的吼，较澎湃、较高港的即款料理，咱就讲较大路吼，比如你去食板豆，即间出来的拢真正是较好的料理，较大路的，或者讲即个食材嘛用甲足好的，咱就讲即间餐厅伊出的拢较大路，或者讲伊这总铺师啦吼，伊拢准备较大路的，一般这是一款蚵肉啦。毋过你嘛会使想讲，哇，我若伫厝诶，逐工安尼食三杯啦，吼，还有什么麻婆豆腐即款的路线啦，往来虾球啦，就是逐工煮的拢是即款爱较高工，我准备2点钟就咧煮饭，可能爱下班了爱甲8点外才我都食饭的一段时间啦，过去一段时间的安尼。食饭的成本其实嘛真高吼，比你外口要简单买一个食佫较贵啊，所以后来就豆豆调整减轻食的量啦，吼，莫做甲遮大路啊，莫用甲遮高工的物件，生活遮轻松就好啊。当然后来因为饮食控制啦，运动等等原因，所以就佫较食的物件类型都较减少啊啦，一般都是简单啊油啊啥，莫下伤济安尼，所以有一个即个过程的变化。嘛，意思讲我其实真久无做过较大路的料理啊，凡说有即个机会，看若有机会看到即个手册嘛，吼，听讲是一个民主餐会的手册。会使互我甲模仿看卖，我做出一出料理，我感觉应该嘛会真趣味。所以想讲阿文啊，有确定这6出是打6出料理吼，打6路会使甲大家讲即个，是会使甲伫这边讲即个，我来试看嘛。毋知有教即个食谱无吼，嘛会使参考一下食谱安尼。咱来甲做出来，完事嘛变成一道我要招待朋友的一个选项哦，反正是安尼，所以我这是一个就趣味的一张批嘛，是真使人感动的一张批啦，才会想讲要来做这件代志安尼，想要来甲大家做伙分享一个。反正你若伫咧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过去你捌有这款的心情，想要甲阿迪来分享。一个你听节目的看法，甚至是分享你个人的故事，凡是是你的代志路，凡是甲代志无关系，是你的生活、你的困扰、你的人生。我无一定法度互你什么款的建议啦，吼，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拢毋是随随法度参考别人 copy paste 法度解决啦。毋过总是凡是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讲，甚至咱无见过面，所以你会使佫较放心，我毋知所以会使有即款的方法，大家来做伙用架配方法来开讲配信甲声音的方法，有人做伴，
有一个背叛的感觉反正这是过去咱知影讲过去有些电台节目嘛有这款的做法啦，我想讲这个方法甲引进到 podcast 内底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那当然黑白边因嘛有做类似的方法的内容啦，只是我想无同款的人来做可能嘛有无同款的这个效果，或者是听的人嘛有无同款的心情嘛所以会使加陪伴大家透过声音的方法甲大家做伙反正行一段路，可能是你上班下班的路，嘛有可能是你运动的路，或者是单纯你就有这段时间想要有一个声音的陪伴呢。好啦，你敢有话想要讲，你的心声我来听，你的故事我来读出声，欢迎你写批来给我 Atlantis919加号podcast@gmail.com， 你若嫌伤长记袂起来不要紧会使伫 Facebook、IG 的阿德陪你讲台语的个人资讯内底找到我的 email， 期待这个单元咱有机会会使继续做落去。那你到这就要跟大家讲拜拜咯。